做完之後就覺得真係突然間鬆咗好多咯，一身鬆晒，減少咗啲痛症咯，又健康又開心咗。我叫 Howard 啦，就喺銀行做 IT 嘅，差唔多大半年前啦，有個50肩嘅問題咯。因為你做嘢始終你一喐咁就扯住，咁你唔舒服咯，好冤住好攰咁樣，成日都好痛啦，梗係除衫都除唔到嘅啫。我中意玩音樂，如果你頸扯住嘅時候咧，咁變咗即係你揸住樂器嘅時候咧，咁你舉起隻手揸咗一陣，咁你就覺得誒好攰啦，你就會冇咁得心應手。不過都忍住咁樣玩咯，唯有。去出邊按摩啦，或者係自己搽啲藥膏嗰啲，自己捽下、捏下咁樣咯。咁咪自己刮下，前後左右刮下，但係都幫唔到幾多。其實最近呢幾年就 transfer 咗新加坡做嘢，所以一翻嚟香港就做治療啦。咁就試一試咁樣咯，試一試就發覺都幾好效果。因為有唔同嘅治療嘅方法，針對唔同痛嘅根源啦。做完之後就覺得真係突然間鬆咗好多咯，即係比以前嘅感覺係有大嘅分別。咁當然要留意翻，即係譬如你療師提我要做嘅啲嘢啦，咁變咗即係 overall 係有改進。N 機能再生幫到我。N 機能再生幫到我。